摩西母亲快要读完了，我们一步一步走，从创出立民生命记，这个月其实这几天了哈，然后进到10月就是最后一卷书。不管你前面有没有跟上，生命记是很重要的一卷书，你一定要读。你前面已经如果已经漏掉就漏掉了，你从生命记开始好好的跟紧它。我们之前读的民数记，它在记载的是出埃及的第一代旷野，那些以色列百姓旷野的生活。那生命记呢，因为第一代已经不能进去了嘛，然后现在是第2代，因为第2代他们没有亲自经历到，就是他们以他们的意念里面，他们没有亲自经历到看见那样子的神迹，所以呢，这一次摩西必须要在他们进迦南地之前重生什么呢？重生上帝的诫命、律例、典章，还有呢，再一次的强调说，不要犯你们之前父母的错误，同样的错误不要再犯。好，今天的一开始34节，我们放到经文那边。34节说，耶和华听见你们这话就发怒。好，听见了什么话？这话是什么话呢？这个是个背景，就是说当初以色列第一代，我们都知道，他们当初本来其实很早就可以进迦南美地的。其实他们从出埃及一路走到迦南美地，其实真的10几天就走到了。可是刚才我看到最后一节，知道他们绕了40年，为什么？就是当他们在10几天要进去的时候，发生了一件事情。他们派探子，他们说：“哎呀，派个探子进去迦南美地啊，侦查一下那边看是怎么样，对不对？”啊，大家都很有印象。他们一去看，哇，这真的是个好地方哎，真的是流奶与蜜之地，那葡萄很大颗很大颗。讲到葡萄大颗呢，有一天我跟子瑜就在逛星光3月乡的那个超市，很好奇嘛，看看那边的蔬果的价位怎么样。蔬菜看看还可以，葡萄呢，我就那种日本的那种进口的葡萄，真的还蛮大颗的哦，比巨峰葡萄还要大颗。一串我看那个礼盒是2串的，2串多少钱？喊个价吧，2串葡萄而已哦。大家看吗？3什么？300吗？3000。哎呀，你这个行情内的人，你知道？890。2串葡萄那个礼盒真的是2000多啊！我那直接我就想说，还这种葡萄，谁会去买来吃啊？它真的很大颗哈。总而言之呢，他们去到迦南美地，看到那个葡萄好大串又大颗，就这样大家想象一下。这么棒的一个地方，的确很棒，但是呢，问题来了。这12个探子派进去看的12个探子进到回来，大家都说哦，真的是个好地方啊，非物产丰饶啊，葡萄大串，可口美味这样。可是呢，另外有10个探子，他们看到了一些比较困难的地方，而且把那些困难的地方放大。不过的确也蛮困难的啦。他们看到那边当地的人非常的高壮，他们觉得说他们一定打不赢他们的，因为今天要进入到信仰那个迦南地，应许的迦南地，应许之地呢，有一个条件就是上帝带他们过去，但是他们要征战，他们要打赢当地的人，然后呢把他们的土地抢过来。你们可能会觉得说，上帝怎么会这样子？怎么可以抢人家的地呢？其实你看，迦南人已经非常败坏了，淫乱各种不道德，所以这是上帝要他们去夺得那地，重新那个不讲。那边的人多高大？圣经有写，他们当地有一个王，他睡的床长4公尺，宽2公尺，多么大的一个人要睡这样的床？想来你睡在那个床上，你可以翻跟斗，完全没有问题。这么高大的人，就好像今天我们有篮球队嘛，今天如果让你说，来，我们来去跟 NBA 的冠军来打一场吧，怎么样？有没有信心？没有。不要说4公尺，2公尺就有信心了。
通想好了。好，那10个探子真的也不能刮都没有信心，他们看到我真的是这样，就是整个信心都没有了这样子。好，这是他们的问题。问题就是他们认为他们不行的，他们也认为上帝做不到，他们就是以自己的想法为出发点，他们认为自己做不到的，上帝大概也做不到。所以呢，上帝你是在搞什么呢？你怎么把我们带到这种地方，面对这样子强大的劲敌，然后呢，让我们去找死这样子。好，他们哀叫埋怨啊，各种的藐视上帝的计划。于是呢，耶和华听见他们说了这些话，就发怒，好，就跟他们讲：好，你现在这么没信心，这么不想跟我，这么不相信我，好，那我们都不要进去了。哇，这下子可好了，不进去，拜托，我们那么从埃及这样子出来。结果我们进不到我们要进的地方，还要在那旷野吃玛纳、鹌鹑，我已经吃得很烦了。我不要再吃这样的食物，同样的食物吃超过10天，我已经受不了了。我当然要进去啊，怎么会不让我进去呢？但是上帝说：“回哭啊，来不及了，不用再讲了，你们不用上去打仗。”因为他们就想说：“好，那赶快整装待发，要去迎敌的这样子，要去征战，要去占领那个土地了。”可上帝说：“不用去了，我不让你，就是说我不带你们去，你们去也是白去，因为你们一定会输。输的关键是因为我不跟你们一起去了。”果然，这些人就是他们还是要去，硬着头皮，他们还是要去嘛，对不对？哈，果然是被打得落荒而逃。所以问题就来了，问题就在于说，上帝要你去的地方，你不敢去；上帝要你去的时候，你不敢去；上帝不要你去的时候，你非要去。这也是很多时候我们的一个问题。上帝要给你的时候，你不敢拿；上帝不给你的时候，你偏要不可。好，这些以色列百姓他们的信心上一直这样子的，非常的不确定，直接影响到摩西，也因为一个事件，他没有办法进入应许之地。摩西，我们来回顾一下，摩西他就是以色列人就吵嘛，要水喝嘛，说都没有水啊，然后摩西就很生气，拿了他的杖，击打磐石，磐石就出水。就因为这件事情，上帝就不让摩西进迦南地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那个杖代表上帝的全能。从上帝呼召摩西要带领那些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，就给他手上一支杖，代表他的全能，代表上帝的全能。那磐石出水这件事情是代表上帝的拯救、怜悯。我们可以40天不吃东西，因为有人操练禁食，祷告可以40天不吃东西，但是没有办法40天不喝水啊。我不晓得，应该医学有研究啊，人几天不喝水，可能大概就脱水致死。几天？那个常常跑医院，你知道吗？3天吗？好，3天不喝水，大概就没命了啦。所以磐石出水象征上帝对于我们生命源源不断的供应。可是这个时候，摩西居然拿杖去打磐石，他气得要命，他对这群百姓，他在那个时间点火大，他这样子的举动说明了他在表示一个什么事情。我现在没有棍子了，不然如果真的打起来，还蛮有效果的。他在说什么呢？他拿那个杖打那个磐石，这些人根本不值得上帝救，根本不值得上帝这样子这么千辛万苦的这样的付出。这些人不值得我的陪伴，我搞了这么久，我为他们祷告这么久，没用，白搭。摩西那个时候怒气大发，他那个时候在那个时间点，他的心里失去了上帝，他把自己看为比上帝还高，他觉得这些人不值得怜悯，上帝你是在干嘛？这些人根本不值得我陪伴，陪了半天还是这个样子，扶不起的阿斗。人的怒气不能成就上帝的意啊！这个出埃及的那些
被留在旷野，感觉好像他们的一生就毁了嘛。但是今天的经文在第2章第7节的时候，他说，即便你们在旷野好，你们继续被留在旷野40年的时间，你们依然一无所缺啊！上帝还是不断的陪他们跟他们同在，供应他们一切的需要，供应他们一切的需要。然后我们会看摩西，他就是那么一霎时之间的错误，但是他后来他就是还是很忠心顺服上帝。可是这些第一代的以色列出埃及的第一代，他们就是还是一样，就是扶不起的阿斗，所以他们就是这样子。可是他们依然可以得到上帝的眷顾。换句话说，不论他们是不是有进入应许之地，只要他们愿意相信，他们愿意相信上帝跟他们同在，保守他们，看顾他们，只要他们还相信，那么其实他们已经在信仰的美地了。我们后来知道，其实摩西在耶稣登山显荣的时候，他有在那个山上，对不对？其实那个地方就是迦南地，当然那是个奥秘嘛。摩西最后有进去，在他的永恒里面，他有进去。虽然他在肉身，他临死之前，肉身死之前他没有进去，但是他死之后，他进入永生的时候，他还活着啊，他有进去，他进去了。好，所以应许之地，不论是在迦南，特别在我们新约时代，当然在旧约会讲说应许之地就是迦南地嘛，非常明确，非常明确。但是在我们新约时代呢，我们要怎么解释？所以新约时代的迦南地并不是一个很确切的地点。新约时代的应许之地是一个只要你相信上帝同在，而且相信上帝永远都会跟你同在的那个地方，就是应许之地，就是信仰的美地。所以呢，有上帝同在的教会就是应许地，就是信仰的美地。可是问题又来了，有牧师，你的问题怎么那么多啊？因为看圣经真的很多问题呀。好，当我们进到教会，起初可能我们不是很认识教会，可是当我们开始窥探教会的时候，当我们慢慢越来越了解教会的时候，哇，问题真的就来嘞。我们会发现在教会里面，有些人非常的认真，但有些人又太过于随便，有些人非常的坚持自己的想法，有些人呢又没有什么原则，有些人一直用自己的角度来看事情，没有办法跟别人沟通协调，有些人一直不断的找别人麻烦，用自己的强项去轻看别人比较弱的地方，有些人呢只有想到自己，没有顾到别人。我想如果要大家罗列教会的10大问题，我觉得每一个人脑袋瓜里面马上可以想出10大问题在哪里。教会真的是问题很多的地方。除了有这么多人的问题，我们还要学习，我们自己还要学习耶稣基督牺牲，背起自己的十字架，还要受这样的苦。弟兄姐妹，当我们像那12个探子在窥探教会的时候，我们看到的会是什么？那当我们越来越了解教会，我们是看到教会的好，还是教会的问题？我们会 focus 在哪一个地方？会像加勒跟约书亚，还是像另外的10个探子？我们的信心到底还剩下多少？我们常说以马内利的主常与我们同在。
但是问题是我们会不会像那10个探子，一窥探这个教会这个信仰的美丽，就发现就满心疑惑，怨天尤人，到处散播让人丧志的讯息。好的不讲，只讲不好的。还是像摩西那样发大怒、生气、火大，晚节不保，功亏一篑。又或者是像迦勒、约书亚一样，哇，真的是始终不管怎么样都是依靠上帝，相信上帝。又或者是像那些无法分辨好坏的人，无法分辨左右，无法分辨上帝心意那些还在吃奶的小孩。不论你是属于哪一种人，感谢主，如今在耶稣基督里都是新的。我们都是蒙耶稣基督救赎新的一代。我们是一群因信称义，因为相信耶稣的救赎，我们所有的罪，我们所有的过犯，我们所有的恶不好的，在上帝面前都算无罪。在法庭面前，在大法官的面前，因为我们相信耶稣的救赎，所以我们都被算为无罪了。无罪开始当庭释放。我们可以跟圣洁的上帝重新连结，我们可以跟他祷告。如今我们这群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站立在这信仰美地蒙恩的罪人，我们是不是愿意因着这样子的恩典，我们愿意跨越自己生命当中许多的难题，也跨越你看见的教会这么多人的问题。不管你看到了什么，你经历了什么，是不是都愿意靠着主重新磨塑你自己的生命？可能你现在的生命情况不是你要的，是因着你背后你的成长，你的不管在学校碰到了什么事，工作上碰到了什么事，以至于你现在是这个样子。不管过去在耶稣基督里一切都不算了，你愿不愿意从现在开始靠着主过一个得胜的生活？我们的生命未来要怎么样都在自己的手里啊！就像刚才说的，出埃及的第一代跟摩西都被打回票了，他们都不能进入应许地。可是摩西有因此就是好啊，反正我不能进去就算了，那我还跟什么跟？我不要跟吗？我这么努力陪你们祷告干嘛？摆烂就好了。摩西有摆烂吗？摩西没有摆烂啊。当他知道自己不对，这样子真的是不对，他马上就回转即便他在他的生前，他没有办法进入应许地，他还是很忠心的靠着主继续走下去，走他忠心的路。只是他真的始料未及，在他的永生，他真的还可以站在应许之地。可是那些出埃及的第一代就真的是摆烂啊！如果我们自己要摆烂，真的上帝也救不了你。不是上帝不肯，不是上帝不能，而是我们自己不愿意。好，不管怎么样，我们是不是愿意重新每一次在上帝面前立志，在各样的情况磨塑自己，让我们不只是站在这个教会，我们不只是在这里聚会而已，而是要把一切上帝看为不好的事情，包括自己生命的问题，通通怎么样？通通除掉。就像上帝要这些以色列第二代进入迦南地，不是只是打战，不是只是战胜而已，他要把那些不好的东西通通剔除掉，通通丢掉，一样都不能留。所以我们现在是已经站到应许之地，但是还没有完全得地为业。我们还没有完全，我们已经站在应许地，但是我们还没有完全。那么我们现在要努力的，就是要把那些不好的东西全部都去除干净，然后要确实的得地为业。牧师在9月初去美国2个礼拜进修，这一次的跨文化牧者研讨会是马约翰牧师发起的。马约翰牧师是台神的，他来台湾宣教20几年的宣教
教师。在今年初，我们长职同工退休会有邀请他担任讲师。那明年度我们也跟他约好，明年度的3月份他会来教会讲道。这位马约翰牧师，他从2009年开始，他就发起这个跨文化的牧者研讨会，到今年第10年。他带了10年前，他带了3批台湾的牧者去到美国那个营地去灵修，去做跟当地的美国牧者做一些交流，这样子。马牧师他除了对灵魂的热情、救灵魂的热情，他对于牧者灵性的养成，他更是很有大的使命。所以他说，他这20几年来走访台湾各个教会，发现了一个问题。他说，台湾的牧师都太过劳了，只差还没有死，都太过劳，没有时间，没有足够的时间休息跟沉淀。所以因为这样子，所以他才发起这样子的一个这样子的退休会，让台湾的牧者可以到美国充分的休息，这样子过劳的状态会引发怎样的连锁反应呢？因为过劳、忙于事工，然后没有办法先定准上帝到底对这间教会要带这间教会走向哪里，以至于就只有跟着长职同工乱忙一趟、乱忙一通乱忙一通，整个教会就犯了刚才所讲那些以色列人同样的错误。就是上帝要你去的地方你不去，不要你去的地方你非去不可，因为你搞不清楚上帝要什么，整个教会搞不清楚上帝要什么，所以就乱忙一场，白忙一场。然后约翰牧师是上帝派来台湾的宣教师，他用基督的爱台湾。这20几年来，他没有领过台湾教会的或机构的谢礼。他的谢礼从哪来呢？他的谢礼是美国当地的教会支持他的，所以他每半年或每1年他都要返国述职。这是他自己的立志。他说他不要拿台湾教会的钱，因为他要让美国的教会看见宣教地的需要，他要美国教会也扛起这个宣教的重任，因为他说美国教会也欠福音的债，所以他要美国教会来负担他在这里事工一切的需要。所以这20几年来，20几年哦，不是2年，不是3年，是20几年，这么长的时间。美国当地有几间教会就不断的在支持马牧师他在台湾的宣教事工，支持他个人的需要。除此之外，还有支持这10年来3个梯次，我们台湾牧者到美国做这样子的研讨、灵修、退休会，我们在那里的吃喝住、上课所有的一些费用，都是美国教会奉献的。那真的是感觉非常的感恩，对不对？觉得美国的教会哇，真的是太棒了，这样子的支持宣教，好像我们有一点自叹不如。其实不是的，牧师接着要说，即便美国教会这么的支持宣教，在表面上看起来是这么的感谢赞美主，但是呢，我们在跟美国牧者的分享当中也发现，其实即使像美国，他们是以基督教立国的国家，他们现在目前他们教会面对的困难跟我们其实是不相上下。他们说他们的中生代就是大概25岁到50岁，就是出社会到他50岁，可能他的孩子就是到出社会，一直到他的，如果他有下一代，他的下一代还没有成年的这个阶段的岁数。他说本来教会应该是这25岁到50岁这个中生代，应该是教会的支柱、栋梁，可以扛
起教会的重责大任的这个年代。可是这个中生代呢，现在也碰到了经济就业的困难，非常的艰难，工作的时数啊，还有工作的强度都非常的加长又加深。每个家庭经营有家庭的在经营家庭上那个压力非常的大，因此很多人他们就因为去教会很累啊，他们美国距离又这么远，对不对？上班时间已经很长了，家庭生活也要顾啊，所以很多这些中生代就渐渐就不去教会了。反正网络打开，很多牧师讲道讯息都有嘛。敬拜赞美 YouTube 一打开，我要唱的多嗨都可以。我不一定要去教会啊，我在家里我也可以做礼拜啊，我也可以灵修祷告，我干嘛一定要去教会？好，然后呢，渐渐的，他们远离了信仰的群体，但是他们真的有成为继续读经、灵修、祷告、听网络信息吗？在这好几十年来，很多的新兴宗教，包括禅宗、密宗、印度教，很多教也进入到美国本土，他们就开始影响到这一些离开信仰群体，这些基督徒的信仰，所以很多基督徒也都离开教会，不只是离开教会，就是离开信仰，就是离开上帝。他们也陷入信仰的泥沼，生活的困境。他们跟我们的问题不相上下，难度也不相上下。有上帝同在的教会，不管在哪个世代、哪一个国家，其实都不断在经历信心的考验。但是，即使这些挑战从来没有减少，甚至于越来越多，但是因着这些教会持续存在，这些美国教会持续的存在，他们持续不断的支持宣教师，持续不断的差派宣教师出去。一个宣教师的背后，其实是很多的教会跟弟兄姐妹在支持的，就像马牧师这样子，马约翰牧师，他明年来，你们可以一个宣教师就亲眼站在你们的面前，他的背后是许多的弟兄姐妹、许多的教会支持的。如果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庞大的支持体系，没有一个宣教师就愿意出去宣教，我们台湾，我们没有办法有福音，我们没有办法享受福音。今天我们可以有福音，今天我们可以信耶稣，我们可以坐在这里亲近上帝，我们可以享受到上帝一切的美好，都是因着过去这么多的宣教师，这么多的教会，即便在他们的困难当中继续站立，以至于这个福音才能进到台湾。那么如今，我们要如何把这样子的一个福音、这样子的精神延续下去？信仰的美地，我们已经得到了，我们已经站在这里了。信仰的美地，就是在圣徒相通的教会里面，有上帝同在的地方，就是信仰的美地，就是那美好的应许之地，让你觉得不可思议。即使你的信心总是起起落落，即使你认为自己常常在犯同样的错误，或者你可能像摩西一样，就犯了那么一次错，然后就觉得真的是头都抬不起来，或者是你觉得你犯下了你自己觉得不可原谅的错误，但是今天我还要再强调一次，在耶稣基督里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新造的人，我们都是新的，我们都是新的。教会存在的本身就是充满神迹呀！只要我们持续在上帝的面前，我们持续在上帝的教会里，持续的忠心，在上帝所呼召你的岗位上，持续的忠心，持续的站立，即便问题还是这么的多，这个福音总是会传出去的，因为总是会有人进来教会。我们也总是会出去，我们也会活出我们基督徒的样式，在我们的
里，在我们四周围。这个福音总是会传得出去的，然后就会有更多的人跟我们一起享受这美好福音的果实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不要一直去看教会的问题，教会一定会有问题。我们已经站在这个美地，但是我们还没有完全得着，因为还有很多的问题，但是没有关系。我们不要离开上帝，只要我们不离开上帝，持续相信上帝，我们只要稳稳的站立在这里，站立在自己的岗位上，信仰的美地就会不断的扩大到我们的社区，扩大到我们每一个城市，扩大到每一个国家，扩大到让所有愿意回应上帝的人都可以一起进来这信仰的美地。我们要用这首诗歌，我们不只是要为我们自己来呼求，让我们可以持续的站立，我们要为我们的教会来呼求，我们更要为我们的国家，因为没有国就没有家，没有国家成为我们的遮盖，我们就很难有一个可以安身立命的地方，我们就没有办法可以有自由来敬拜。我们可以看见香港的现在的情况，我们会知道一个国家，特别是自由民主的国家，对我们是何等的重要，何等的宝贵。但是呢，我们要让我们这个国家更多的百姓生活在这个国家台湾的人，让他们也可以看见这信仰美地的美好，看见这信仰的美好。我们一起起立来唱这首诗歌。当更多的人看见应许之地的美好的时候，国度就在我们这里降临。主，我们同行在你面前，以祷告寻求你面，我们转离所有的不幸，并以单单跟随你。主，我们是属你的子民，就赐下复生的心。我们要回转向你服侍，也要看见复兴。我们不求你安抚，神灵的宝座在这里。
全能力绝望，我们欢迎你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爱我们的父神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使用我们，让我们可以成为复兴这地的精兵，让我们可以成为复兴这地，把信仰的美地越扩越大的那一个存在。主，谢谢你如此看重我们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天父上帝的慈爱、圣灵的催逼与感动，与你们众人同在，好叫你们可以持续的站立在信仰的美地，把福音传出去，让万国万民都来敬拜我们的神，从今时直到永远。阿们。